聖經約伯記5章第4節，他的兒女遠離穩妥的地步，在城門口被壓，並無人搭救。嗱，呢隻聖經咧喺約伯記裏邊一句好重要嘅說話。他的兒女，他係指愚妄人。愚妄人自以為是，愚妄人口裏說，心裏說冇神，佢哋自以為是，驕傲，佢哋唔曉得嚟到去倚靠神。唔曉得去信神，呢個係愚妄人。愚妄人唔單止影響佢自己嘅生命，佢仲影響佢嘅兒女。佢嘅兒女遠離穩妥嘅地步，在城門口冇人搭救。求主幫助我哋，俾我哋清楚體會到，做父親嘅、做父母嘅、做聰明人，信靠耶穌，唔好做愚妄人。因為愚妄人唔單止影響害咗你自己嘅一生，亦都影響你嘅兒女遠離神，係一個離開穩妥嘅地步裏邊，冇人幫助，冇人搭救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